2026年中山城區賣得最好嘅大平層項目喺邊度？嗱。好啦，總裁，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啦。今日呢套房咧不得了嚇，中山主城區，建築面積179平方，實際使用可以去到250幾平方嘅大平層啊！呢個入戶花園你中唔中意呢？就呢個入戶花園啊，都成37個方啊！好啦，咁啊入去睇睇啦。呢套屋咧，其實而家目前咧應該係城區入邊咧賣得最好嘅大平層啦。佢主要有幾個點嚇，第一個咧交付標準非常之高，全屋精裝交付。你見到咧陽台都幫你封好晒㗎啦，用嘅係3層中空隔音玻璃啊！哇，你睇呢種格局正唔正呢？就呢個客廳啊，我望到咧都有成100個方啦。一共咧做咗4間房嚇，4個衞生間，有3間係套房嚟嘅。你睇呢間套房作為長輩房，係咪啱啱好呢？空間夠晒大氣啊！入邊咧呢度咧仲有個衞生間嘅嚇，衞生間呢啲咧全部都係交付嘅標準，非常唔錯。大平層咧最重要嘅係空間尺度，層高就非常重要啦。比如呢套大平層咧，呢個層高咧可以做到3.5米嘅層高啊！喺中山嘅大平層入邊咧，可以講係非常嘅少見。呢邊咧係佢嘅廚房，成個廚房空間咧亦都係非常 OK 嘅。嗱，雖然唔大，但我認為都夠用㗎啦。廚房出嚟呢個位置咧，仲有一個細嘅生活陽台，可以俾我哋晾曬衣物啊！空間咁就啱啱好。哇！轉翻過嚟，再睇下個廳。哇！呢個空間尺寸夠唔夠大呢？好啦，跟住我哋而家再去睇下其他房間。嗱，房間嘅話咧，呢度仲有一個套間房，我覺得作為你嘅公主房亦都冇問題。嗱，呢邊咧仲有間嚇，咁呢間房咧就北向嘅，但係咧採光亦都好靚，非常唔錯。戶型格局咧，我覺得呢個大平層咧應該係目前中山設計得最好㗎啦。嗱，入嚟睇下你間主臥先。哇，行政級主臥啊！哇，你睇下呢個帶個陽台嘅主臥，你有冇見過啊？你睇呢個衣櫃嘅位置，呢啲咁嘅衣帽間。哇！阿嫂啲衫再多都擺得落啦。嗱，呢度做埋梳妝台，呢度嘅衛生間，嗱，衛生間都好大㗎。嗱，淋浴啦，係嘛？浴缸啦，呢啲全部都係交付嘅標準嚟嘅。嗱，4代住宅咧，仲有一個標誌，就係我而家前邊你見到呢個啦，空中露台啊，6米挑高。哇！等成個屋咧3面採光，呢種感覺真係正啦。